同佢講急唔嚟喎。榮進大道啦。呢啲有咩變數咧？據聞會有啲飛，上次個第4，可能今日好追喎。有啲腳影㗎啦，開始。10幾倍啊！不過我見上次嗰個第4咧都買唔到隻光年80新，因為佢又賺偏快步速㗎嘛上次。冇人貼啊，14號。留言啦，話冷門要留意隻榮進大道喎，跑開左轉嘅自購馬咧操好適應晒㗎啦。上季田泰安咧經已捉住咧唔放啦，次外檔咧冇非刻意留後咧當係大閘啦。外地都快腳㗎，跟前咧應該冇問題嘅。今日咧大外一氣喎，衝贏幫馬主咧攞埋3班獎金。邊隻話？14號馬嘅榮進大道。精選部署佢入。一路都冇飛啊，14倍、15倍。準備妥當，9場賽事3班千四，準備。黃旗舉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11檔紅眼罩，愛蘭，其實唔慢閘嘅。OK， 一路留後，留到尾3睇到啦，14號紅眼罩。OK， 慢慢等下先，準備入直路，仲係尾3紅眼罩，但係走咗大愛蘭。OK， 愛蘭走最愛。OK， 睇一段長嘅啦，一路外跌，係咁捽，係咁捽，睇多少少啊！哎呀，追極追唔到，最後100、150、10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得唔得？喂，哇，得唔得？應該大眾福星贏喎，係嘛？有機喎。你次次都話你贏㗎啦。唯有得冚。9號係咩？哎呦，叮當叮當，哎呦！哎呀，要睇條線。睇條白線。係先啲係嘛？哎呦，睇唔到啊！可能眼罩嗰冇前領鏡頭啦，睇唔到啦，因隻14太矮啊。你成日咧佢咁樣以為唔左呢樣嘢，我當你隻馬翻嚟幾靚。OK， 影下相先。跑第1名14號馬嘅榮進大道啊，獨贏派149蚊，位置係派40蚊。跑第2名2號馬。OK， 中翻個 win pay， 一早俾咗㗎啦，今朝早睇完靚。位置係派65蚊嘅。OK， 拖大熱門。派353蚊。拖唔到。